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总演员阿權妹。好，我们大家有談過一句話冇？好，很多鹹菜馅的人啊，傻傻就落地，也係乜個意思呢？意思講好，就係講呀鹹菜當百搭，同乜嘅東西全部就落地。古時候講到呀鹹菜，真係係客家嘅經典菜之一，唔單止呀鹹菜撒下落會變做乜嘅，會變到鹹菜乾，撒下落會變到泡菜呀。三項東西，自家有自家嘅特色，韓國變化出來又係無窮嘅用嘅哦。故說今日嘅節目當中，吼，就我來同大家來分享對苗栗來嘅一類當後生嘅青年農民，佢唔單止係安利百態農民、百態強農哦，咪係安利黃金50態強農，故說非常非常嘅優秀，細細嘅來分享佢，分享嚴重，分享。大家好，我係嚴重，我出去做泡菜嘅。好，歡迎嚴重來到節目當中哦。其實唔單止要做泡菜，當到相關的滷嘅東西，客家滷嘅東西，清油名錯冇？你全部都有做？不卡全部都有啦。啊，唔過冇鹹菜、泡菜安太量啦。嘿，古時候真係同大家分享，全部也有卡油嘅產品有哪啲冇？哦，我卡有鹹菜、泡菜、鹹菜乾、蘿蔔乾、蘿蔔錢、蘿蔔絲。哦。還有嘅筍乾啊，有啲咩嘢？這件全部就係滷嘅東西，全部對用呀滷嘅東西來做自家嘅特色。唔過好，這件係咩喺當上愛啲，好像按後生用冇想到講愛做呀，唔過也係後輩這個講，先來說看下好食嘅東西，基本營養樣旁啲度吼。這件係配香嘅米線，阿權妹見主持後來水就有滾當上一個個來食東西。一般先食飯嘅時間，我先食乜嘅？我先食糖冇。唔錯，故說一下阿權妹就愛來食呀鹹菜湯。其實大部分福建人食係客家人，天秋都有食過鹹菜湯、鹹菜豬肚湯、鹹菜豬肉湯、鹹菜排骨湯、鹹菜燉雞、燉鴨嘅，全部都做得。唔過基本嘅阿權妹看到嘅鹹菜湯同埋頭白色咧，完全都冇共用哦。也係用嘅一個鹹菜湯，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也係泰式嘅口味啦。對，因為佢當後唔單止有粉粉嘅，有一點像是辣油的。對，韓國第杯解係海鮮，係加呀蝦公，韓國呀海內呀的，韓國順豐還有這個檸檬汁，也係用嚟嘅一品料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哦，也係用嘅蝦膏啊，落嘅檸檬葉啊，香茅也得熬成嘅湯啦，加點嘅檸檬安尼，啊，底度嘅雞湯係用嘅按的鹹菜下去熬煮嘅。哇！呀，鹹菜嘅米線同嘅檸檬純純嘅米線完全冇衝突，而且你會知道，你從來冇食過暗好色類這個泰式的湯，因為泰式的湯它就是會有一些比較特殊的香料的味道，像你剛剛有講到嘅香茅，香茅的味道同鹹菜 Q 用是有一點點酸酸的，酸酸的米湯，對，酸酸的米線，你就會知道，奇怪，它的口感是非常搭的，因為想到講，做出按用嘅。算是客家同泰式料理按用嘅結合。哦，因為講呀，鹹菜講喺度，我卡夾煮咩？對。啊，從我卡鄉下，有時就做得當久嘅，冇食到嘅，人家喺外面嘅西式料理啦。啊，就像講，人家從田中央來煮安尼嘅東西，本太家食看嘅。就要糖就先出來。對，古時候我想要問一下，有人提白食到呀糖，有本人就一條建議，也係講其他條嘅感想冇？其他條講吼，冇食過呀加鹹菜嗰種嘅海鮮湯啦，對，當稀奇啊，很好喝，而且其實鹹菜一般會同樣肉類鄉下安尼，煲就係因為佢。鹹菜嘅香味同肉類那些，肉類會有一些些出手嘅米線，它可以完全的蓋過它。韓國勁煲就勁香，係嘛？錯。對，古時候按用嘅新嘅做法，咪係阿權妹T100食過，古時候真嘅係當 T 片。韓國愛吃用人嘅鹹菜，食起來。
唔會鹹呢，做乜解會按呢？食起來唔會鹹嘅鹹菜，係有特別細個，也係湯鍋係形容嘅。做個滷嘅家下啦，喺度拌300來滷啦。也冇100變到年嘛，15%冇按你變到15%，就是5%按你滷上去啦。滷到一個階段家下有冇？按你食起來較就發酵，體狀發酵較夾啦。好發酵較夾，啊因為有翻缸咩？啊呀發酵嘅過程又較夾，對唔對？故所講唔是用到按到樣去滷啦。哦，故所人嘅鹹土其實有比一般市面好賣嘅鹹菜嘅鹹土有下降大一些咧。係，差唔多降1半左右嘅。哦，故所降嘅量1度哦。係，降嘅量1度啦。哦，佢唔會下，因為頭半年愛做下鹹菜，就係因為想愛留佢變下久啲嘅。故所鹽會變下多啲嘅，既然按你鹽冇變按度，會下夾快冇，也係講按用嘅來保水。哦，也鹽冇變到按度嘅話有冇？佢事實上佢保存嘅期限就冇按長。不過人家哋以前冇冰箱咩，也有冰箱，人家冇唔是做到以前嘅鹽土按長按鹹。人哋是做差唔多1半左右嘅啦，啊，主要佢變到冷凍濕地度，差唔多4度左右嘅冷藏室就做得嚟啦。人哋冰等，要酵母菌就唔會持續嘅發酵嘅話，佢就唔會壞掉。故所吼，也鹹菜其實同樣這個酵母同發酵係有相關嘅哦。剛下吼，因仲沒有講到一隻當初有嘅重點，按到翻缸，其實也翻缸係傳統做鹹菜嘅做法，錯冇？係傳統做鹹菜嘅做法就係唔讓滷一邊下去，嗰個清熱生熱嚟做嘅，1禮拜左右嘅啦。哦，做本要喺鹹水先鹹嘅，啊將。翻缸，揾到呢隻通地度，將加鹽，將試鹽啦上去，再上去再塌，塌嘅加1禮拜，又再翻1擺，將保存起來安尼，差唔多3擺鹽將拉，就唔會有包裝家下就唔會有膨包嘅現象安尼。膨包又係乜嘅意思？膨包就係佢喺忙全部發酵咩？啊佢。從佢發酵嘅過程當中，佢會有2氧化碳產出咩？完全發酵嘅東西生唔得啦，所以會度數會怪怪嘅。哦，係安尼，我說做唔得本佢完全發酵，一點點就好了。沒有，完全發酵。完全發酵這樣做的，所以在這個翻缸的過程當中，咪係本日鹹菜好好嘅發酵，用清傳統嘅方式來做出按樣好食嘅鹹菜，鹽分同佢降較大。按用嘅鹹菜錯冇？係錯。韓國其實人嘅鹹菜顏色起來特別顏，記得是鹹菜，因為像鹹菜係芥菜做嘅，芥菜係一類纖維濃度嘅一種強菜，故所食起來會覺得有時時那個纖維會卡到牙齒。唔過人家食到人嘅鹹菜，當好食呢，又食到嫩嫩，韓國又有脆脆嘅感覺。做乜嘅人嘅鹹菜食起來比平時呢纖維含下油含下這個好吃的感覺。哦，係安尼啦，喺度講講呢鹹菜嗬，用泰芥菜做嘅啦。泰芥菜啦，嗬，唔係長芥菜，長芥菜嘅纖維較大，纖維較大，然後呢個泰芥菜嘅話，佢較菜較嫩。哦，啊呀品種係爸爸做20年前，做呢批種批下來嘅。切架批種。係切架批下來嘅啦，就講葉菜又太又嫩，滷起來食又好看又不用去攪安尼。哇，就像連天絲當紅看到嘅，安尼就係泰芥菜。同泰條嘅芥菜。哦，佢係泰條嘅芥菜，跟同長芥菜來講，長芥菜是不是它的葉柄會較長的？係，它的葉柄有冇按寬？哦，較粗啲嘅，粗長長安尼，長長，安尼嘅纖維就會較粗。加纖維較粗，佢冇皮嗰種。哦，安尼就呀泰芥菜花有皮嗰種嘅，加肉較嫩，冇按到絲。哦，古時候也安尼啲廣告有幾多人種按用嘅泰芥菜？泰芥菜啊，以前嘅花新式啥啦，而家越來越少嘅咩？大家阿叔講啊，阿叔冇菜嘅咩？傳到13啲有冇啦？哇！古時候當少人啲嘅做呀，種芥菜。種芥菜越來越少。越來越少人嚟，嘅鹹菜咪越來越少。係咪越來越少冇咁臭啦？一隻泡菜都熟起嚟咩？嘅鹹菜要較少。
古时候其实吼，像安样嘅咸菜，安样嘅来本，上来咸菜好也係唔好。今日節目當中，我們要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哦。一下一朋友三家無共用嘅咸菜，先用外表同大家講一下，一三咩上來查到那片，阿權妹同大家講，我用看呢哦。一皮咸菜，佢看起來有嘅色較長，還有一些嘅黃黃嘅感覺。三定也兩捆，也兩皮咸菜，其實看起來色差唔多，一味嘅色味看起來差唔多，有一些些嘅檢查可能就係像這個葉柄看起來較長，哎呀就看起來較短。故說我可以先來猜一下，以外表來猜，假使講用泰芥菜有隻特色來看嘅話，也係嚴重也不卡嘅泰芥菜。故說呀，這個是你們家的，給呀出來批看呐，用香米來感受一下，上來也鹹菜有乜嘅無共用哦。像阿權妹啱啱嘅批講來批看呐，好，先來批下題咧。也就係一般都攞杯當家批到嘅米絲，自助餐店當家食到嘅米絲。有一點嘅怪怪米頭。啊，有一點嘅怪怪米頭哦，嚴重先爆料，撒下來。也批起來就當香了，撒下來啷個伊咧？哇！好，我心肝都有答案呢。唔知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有答案冇？好，上來呀，三種無共用嘅泡菜，批起來嘅米絲係用辦，做乜嘅其他就會有按樣嘅檢查咯。我先休息下，等下再來再個搶現中同大家來解答哦。好，各位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嗬，我同大家來分享嗬，唔單止得個呀百態強濃啊，韓國黃金50態強濃榮耀嘅呀嚴重嗬，今日同大家來分享嘅烏卡嘅鹹菜泡菜乾，今日阿權妹數項家下要同大家分享到有3家無共用嘅鹹菜，要同大家紹介一下呀，看起來食下長，韓國也看起來嘅也被較長，韓國也被較短，故所有3種無共用嘅鹹菜，呢套咩個個有無共用，所以阿權妹愛心肝度太鐵嘅啲，那條那皮係嚴重也不卡嘅，因為吼，哎呀，這其實真的有一點明顯，因為先看外表就係這個泰芥菜，也顯呢就看得出來係嚴重也不卡嘅，韓國批起來嘅香味真係無共用，尤其係亞亮嘅。這個比較淺色的，同樣烏卡嘅也有邊個有滷過，真係有發酵過後嘅鹹菜，味道完全無共用嘅，上來做乜嘅會有按樣嘅檢查？哦，因為下就唔看到呀，較黃嘅菜啦，嚇，係佢有用防腐劑老黃粉。哦，你用乜啲？批做啲嘅，用批嘅做啲嘅，批嘅做啲嘅。古時我批到有一些些的，有一點像是刺鼻嘅米頭，那就是有點像是消毒水按用嘅東西。消毒水只會防腐劑嘅米頭啦。防腐劑。古時韓國嘅色。係假設用黃粉，黃色嘅粉食用色素啊，下一調高嘅顏色，就會變安尼咯。加包裝還蠻大塊嚟加好，唔可能去夾水煮黃咩，像不用粉嘅炒底度啊。哦，古時候假使講，一般去超市好了，呀，他太乾淨，可能他家去超市買到按樣嘅鹹菜，夾嘅水，我看起來較黃。係，聽嘢夾米頭批起來就會化學藥劑嘅米頭可能在真空包裝裡面我批唔到，懂冇？古時候就搶走得用呀 no boy 這個包裝來看，跟住下來呀，兩個嘅檢查的那一片。哦，一隻夾嘅也比較粗，看起來夾嘅纖維就較粗啦，然後夾色味會較暗淡啲嘅啦。一開始夾下，蒸滷起來夾下，顏色其實係落夾標嘅黃嘅色安尼共用，不過時間越久，夾嘅美化作用開始嘅，夾色就色膜就會越來越糊。哦，原
原來係安呢。古時候其實也3種無共用嘅鹹菜，提供本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吼，分享一下，也新來係用嘅來套鹹菜，我記得包裝嘅時節吼，就唔得買啲就看起來有黃黃嘅水嘅喲，韓國假使講皮嘅都給發皮坤啊，有沒有消毒水的味道？有那個要找那種有記憶當中當香嘅，有冰糕嘅，真正有滷糕嘅，嗰種嘅鹹菜，真係好食嘅鹹菜哦，錯啊。唔過像現種自家咩有種芥菜，韓國自家種菜可以種幾多幾大嘅安樣嘅面積？我種嚟講，佢種係3、5分田嘅田啦。誒，後尾越種越大，當然就加一批，到一下差唔多就3、4格嘅啦。3、4格。係啊，係要買5格嘅菜苗，差唔多加起來5格、6格嘅差唔多啦。哇！嗰陣你係要同拼人鄉下合作？係啊，兩人鄉下，伊3人做唔來咩？啊，兩人配合定嘅，佢種菜我做滷菜啊咧。哦，唔過按樣嘅去掌控，比如講品種啊，又係講品質啊，按樣嚟看。福建嘅菜啊，差唔多就係牛卡品種啦，用嘅鹽啊本人發用嘅，用張豆去本人種啊。啊，種係張樹種啦，樹種啦。阿妹有吃過從南部嘅菜上來路看啊，看偵查薪酬那邊，看有辦法掌握冇啊？係有辦法冇？有辦法路啦，啊，唔過時間較久，地位顏色嘅色目啊，係咪有偵查啦？係有偵查。食起來冇按脆啦，冇按當天嘅菜按好食啦。哇，嗰時候係清涼，應該講全部就係用苗栗菜地公幹嘅，按用嘅太芥菜來做鹹菜。嗰時候鹹菜做起以後，一開始有講到吼，這個芥菜有，這樣應該講是有4部曲咯，芥菜、鹹菜、卜菜乾。卜菜乾4部曲，一下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係卜菜。卜菜國語大家都在講福菜，對不對？福菜其實是經國先生之前做都講家下，因為以前講人家就菜係卜過來嘛，過年嗰陣卜過來，人哋很多卜菜。我們寫字應該是要寫福菜、卜菜，不過一下。經國先生來一擺說到講吼，要福菜，然後福氣嘅福嘅名嘅動腔，福所主彎到講變福菜，引動腔就變做福菜，按你名嘅當後堂嘅感覺，對不對？其實經國先生按呢啦。哦，嗰時候其實從也卜菜啊，當初又係夾嘅香味，因為也知道講你地度韓國做啲冰酒，對不對？冇關係，做得冰1-2年以上啦，然後鹹菜嘅落壁團同樣味，一冰嘅叫做變5斤啊嚟啦。好香都香呢！韓國這麼嘅也卜菜，這麼嘅會有一種像酒味嘅味道啊！哦，也卜菜，人家就鹹菜滷起來加嘅嘛，人家就先去洗槍嘅，吼，變到嘅人家就喺鍋罐上擺去洗啊。這麼嘅韓國 TP 變到鍋罐當個，因為一般人看到那部印象就係頂多一個名嘅，韓國就不用放去冇，就像講嘅刮起來，全部掉起來，因為我要就卜菜底都有酵母菌，然後就其實做酸菜、福菜就會做發酵嘅東西。像天師呀，他有看到嘅相片呀，就會變到鍋罐當個洗嘅樣嘅，變到鍋罐當個洗啦。啊，佢有兩種發酵過程，一種係耗氧發酵，一種係厭氧發酵。好難哦。一個就是喜歡氧氣的酵母菌，一種就是不喜歡氧氣的。要兩種酵母菌同時存在在卜菜底度。交替作用啊，依照退嚟過另外一個製程，所以我們在翻缸的時候，就會要2種製程就可以同時作用安尼啊，按做出來鹹菜才會香，安尼有酸味，安尼較香安尼啦。啊，你要變到嘅鍋罐當烘嘅鍋罐佢係酵母菌嘅食物啦。是這樣。對，古時候講佢會大量嘅培養大量嘅繁殖，唔變咗當烘洗，佢就會走到人家的卜菜當烘啊。古時候人家的卜菜滷起來有點嘅酒香味，厭氧發酵為食物會產生的物品，就會人家的酒精味，就會有酒味出來。冰叫嘅就會酒味出來。嗰時候劈起來就會有一些嘅酒味嘅味道
好哦。冇错。哦，古时讲到也泡菜，泡菜就会爱落去泡到转来。唐讲爱用嘅泡到转来做泡菜啊，啲公讲也黄金小镇，还做得来做 DIY， 韩国係用冻定下嘅小罐子来种，对不对？同大家来分享一下，要在昂嘅这么干，还会贴片做按用嘅用肥嘅，用这个陶土做的这样子的。因为公馆事实上做喺做陶土的故乡，以前做肥嘅咩？对。公馆做肥嘅做泡菜安尼，啊就想讲攞佢结合起来，以前就会用嘅酒昂嘅咩？啊，然后就会其实陶土做嘅干嘅啊，唔不用东西加为咗透气性的作用啦，啊你不用嘅放入空气温引起地度嘅，有得唔要冻结啦，啊慢慢的引起安尼，不所用。然后就肥，不用去咧含菜干啊，含菜啊特别香。因为其实它是有这个毛细孔，毛细孔，对，它是会呼吸的一种容器。但是讲你可以用塑胶跟那种啊，其实会完全密封起来。对，完全密封起来的，给菜就无暗香，就记住保存起来。啊，不过像椰茶叶的做嘛，放到肥地都没香用，安尼茶放起来特别好食，泡起来特别香的，土里係香用的。哦，古时候做下 DIY，佢愛留泡菜放落去，跟做嘛個愛下滾的呢？我滾的係用一個啦，因為就鹹菜有冇幾條嘅鹹菜加太家醋嘅天絲霜，看到個一條一條的，安尼就攞佢拔下來一時時嘅放入去地。放落去。攞佢用滾的，用安尼擠，錯冇？擠不佢擠黏落。食到黏黏。食到黏黏，冇等佢有空氣安尼啦，安尼就厭氧發酵起來咩？安就類似類真空的狀態，幫佢做發酵。哦，難怪因為頭擺吼，我不卡不用動到跟按用嘅泡菜，我爸爸愛攞佢拿出來嘅時間，我愛拿一笪膠誒，插進去再攞佢膠出來，安尼倒用嘅就倒唔出來哦。對，不用黏黏。故說其實愛預約按用嘅 DIY 的行程，按用嘅來預約同大家講一下。呀，這叫老人的黃金小鎮的協會來預約，就做大天發，這叫網絡上請多給天發，大天發過去老嘅細下子講講，人家就來接泡菜了，記住會做皮。哦，當神奇嘅體驗哦！故說分享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有閒的時間做得去體驗一下，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哦。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地都好，有請到苗栗公館來嘅嚴總同大家來紹介家務卡嘅鹹菜、泡菜、鹹菜乾。其實可以按到東西全部就做在拿來做料理。今日因為貼片帶嘅特色料理出題，一開始阿權妹有設咧鹹菜湯以外，接下來有兩盤飯，韓國可以來咩懂唔像傳統嘅客家料理，係咪係請嚴總同大家紹介一下？好，也係兩盤燉飯啦，兩盤燉飯，喺度也無色的一盤啦，哈，還有那個匈牙利福菜烤豬。怎麼那麼好聽的名字？匈牙利福菜烤豬，故說夾嘅乜嘅東西係用泡菜做嘅？夾上杯豬肉啊，係用福菜老嘅一些匈牙利的料理啊，去醃製。有泡菜啊，有誒，我其實有看到上面有一點點泡菜的那個小碎末在啲蛋糕。也係用嘅泡菜有冇？老嘅麻椒、胡椒加掉，啊老嘅然後匈牙利的香料，吼，啊迷迭香啊，乜嘅東西嘅香料全部用喺地度去醃製，吼，不用用嘅，好，再用嘅然後就會火去烤，上下如果它差不多2把土嘅火。就烤那個然後就匈牙利福菜烤豬。啊，唔講唔講用派啊，唔講而食起來嘅係非常非常多水，非常多汁，完全唔可以吃到係用派嘅呢。因為一般印象當中用派用就係澀燥，唔講一出嚟有冬牛跟香料的味道以外，加嘅肉是非常非常多汁的，好好吃。要用有限膏啦，限膏然後就會個瘦肉老嘅肥肉嘅比例吼，請適合做一道菜料理嘅豬肉來浸來，啊老嘅醃製，啊不用用一張有辦法來入味啊。哇，古時也應該有限量哦，錯冇？係要限量誒，等你做完買太做冇咧。係啊，因為我提前2日先做。係提前2日先做，準備後日咧嘅菜點咧。啊夾地度嘅下杯嘅飯咩係用，然後就會泡菜有冇？然後就會香料炒香來，加飯
当用玉米炒，对，因为从按用嘅炖饭，阿佢们爱当好食炖饭，做乜嘅？因为也饭做得吸收也所有嘅糖，也係講菜嘅米，也係講香料嘅米，全部煮出來嘅精華。都在這個飯底度，故說你一吃下去就會知道，哇，原來這度是到乜嘅米線，是到泡菜講嘅米線，是到牛嘅湯，是到海鮮嘅湯，對對對，就會完全吸收那個精華。故說也燉飯沒係按用嘅意思。因為張轉去我卡卡哈，像講是2色燉飯啊，2色的意大利麵啊。對。那公館做向下地方啊，前面搞到真真是冇案件。好啦，咁樣喺公館嘅死人咧。不知是像啊，就是老朋友久久會做來做安尼意式的料理啊。然後除了有燉飯之外呢，然後還有意大利麵。還有意大利麵。沒有用呀客家嘅料理。客家嘅料理啊，在地嘅特色嘅東西啊，還有其他的啦。對，古時候也係。泡菜講嘅燉飯，匈牙利福菜啊，匈牙利福菜什麼？烤豬，烤豬，匈牙利福菜烤豬，好啊好，三下嚟，那個一品料理，也係乜嘅？也係的，啲都會翻起樣的梅乾菜，梅乾菜，培根，好燉的燉飯啊。梅乾菜同培根，我怎麼覺得培根應該愛做愛同。真的是香料類的東西，用它來做，應該不是跟菜。不是跟菜。對，所以我想象起來會知道有一些乖乖。對，古時候阿權冇也下來吃色可能也很用嘅米絲，這個顏色看起來它彈，對不對？它其實用嘅梅乾菜，老培根，啲都會變洋蔥。啊。再用啲位牛奶。哦，有，這個就是奶油燉飯的味道。奶油燉飯的米頭。上面撒的是我們的一些香料粉啊，好好吃，我覺得它有一點點，啲老杯董家舌頭意式的料理，就是黑松露奶油燉飯的那種感覺。哦，也就咩要到料理啦。所以你們除了這個泡菜跟周圍燉飯之外，也是有一般的西式的料理。對，要盤燉飯呢，經典係你上面要亂。哦，做乜嘅？呢片咁亂哦。其實水波蛋啊。水波蛋。其實佢係一弄一下，佢叫做發出嚟飯。哦，古所以還有看一下吃東西，清想你的這個時刻，就是整個亂，整個就是流出來耶。這個蛋黃，所以古所以這個水波蛋就是係有一些咧班上所嘅亂。班上所嘅亂，佢非常難處理。哦。看是要。幾盤的菜底多，飯底多，清難處理的其實就會要了難。因為，做唔得煮太熟，又做唔得煮太生。做唔得有餘熱，有餘熱下伊加亂煮熟起來。對。不說也係清難處理的。哇，唔單止難處理，還有辦法帶來營養嘛。講又好食嘅，不阿佢冇來吃食可能。南昌有按呢，我們剛剛吃的主餐對不對？下來二來是飲料了。呀，飲料咩同傳統香港飲食嘅東西有相關，所以係乜嘅？哎呀，係人的怪事。怪事就係頭擺啊，董家種到福筍啊，花盆底肚啊，也係講那個保麗龍都會做成花盆底都底部全部都啲嘅種怪事，錯冇？以前就拿怪事來煮那個姜馬老嘅煮用咩？對，煮糖啦，然後就還有個紫蘇乳呀紫蘇梅啊，啊，然後紫蘇梅跟梅子先洗槍來哈，不用找來噶哈，不用喺講喺底肚哦，一層梅子，一層鹽巴，一層糖這樣子，安尼。然後給醃製起來的紫蘇梅，然後七喜搭配變成我們的紫蘇梅七喜氣泡水。對，生起來當像你啲港式飲茶常常喝到的鹹檸七的感覺。對，就是鹹檸七。都一些些咧，這個紫蘇怪喜跟香味，其實還是有怪喜做甜的東西非常的搭。像是這個滷味東西有一些些的甜味，非常的搭。滷呀姜麻，還有落皮的啊，不用得位紫蘇，米頭清好。古時候也就係人家自家嘅怪喜嘅作為安尼紫蘇梅飲料。古時候食甜飲料之後，撒下來很愛來吃甜點哦。啲公公要這樣時節，清油名嘅果子太家己係乜嘅冇？
冇唔錯就係鳳爪。其實當當然冇食過鳳爪，本地嘅用嘅，大家都搶食過紅棗乾。紅棗乾。對，煮中藥的紅棗乾，其實佢本地嘅果子嘅用嘅，咪係做得食咧。嘿，果也是做得食。我第一擺搶顏色做嘅，家大家就講，哦，唔用拿檳榔本來食。做乜跟拿檳榔搶嚟做嘛？檳榔用按摩嘅成因咯，搶來食。我講唔係，也係唔係。人家的檳榔，也係人家的公共特別的東西。對，第二個時間，7、8月咧就係要豐做太純的時間。全台灣就只有人家的公共以外。唯一產地，全台灣搶有苗栗公共人家蔬菜有豐做，還有唔單搶按呢哦，甜點還有另外一個係按呢柿餅做的變化料理，其實也柿餅啲公共沒動到。柿餅也係啲台灣來講吼，產量凊彩應該係來到苗栗嘅公館。冇錯。人家的公館的柿餅咩有名？嘿。加人家的老朋友冇共用地方係人家的脫色的地方。脫色的地方吼，加用溫度去控制它的糖分，好去包覆加個單寧，個失去了冇按色。哦，故說簡單來同大家小解一下，也切到一片一片，那本人看得出係柿餅，不過也底部所用係乜嘅啊？然後底部係人家的核桃乳酪。核桃乳酪。對，這道菜是我們的柿餅核桃乳酪。好好吃哦，因為柿餅吃起來就是有一點點像果乾的感覺。你把果乾跟乳酪跟核桃全部搭在一起，對，會讓它更滑順，對，讓這個我們的柿餅的果肉更滑順。冇錯，非常非常的好食。但是講天時機頭前呢，鄉親朋友想要來食到安陽嘅料理，也係講想要買到亞布卡嘅鹹菜、泡菜乾，安陽嘅當中咧買得到，也係食得到呢。哦，其實吼，從通路沒有賣啦，吼，最直接的方法，除了打電話本人得之外，就是來人家公館撩咩，雜做的啊，哦，來食人家啲餐點啊，順晒帶到嘅東西做去咩唔怕，人家公館當到地方當好搞。真嘅，其實吼都冇簡單吼，邀請到安陽當後生嘅青年農民來同大家來分享亞種鹹菜，韓國做呀好食嘅鹹菜，韓國係天然嘅冇加任何防腐劑，全部係用傳統嘅方式來做出來，有傳統嘅面試，韓國咩做出創新嘅料理，不愛全部見唔嘢吼。對呀，前菜的湯到主餐，再個到呀飲料，再個到甜點，全部就食到位，這個鹹菜、泡菜風味餐，非常非常嘅好食。故作見唔嘢，神夢嚴總來到節目當中。謝謝嚴總，美神夢各位天時機頭前觀眾朋友會疏開，記得咯有限的時間，記得同不卡人向下去苗栗公館行行聊聊嘅食好東西，休息一下，等下甜甜運動欣賞，向下來做運動了。